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四切牧师，欢迎收听今天5月21号的迦南之声。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以赛亚书的第43章。这段经文呢，在这个时候非常适用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今天经文一开始就说到，不要怕，我要保护你，我是上主，你的上帝。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在一起。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这些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民，他们正在患难，正在亡国，正在好像一个没有归属的时刻。然而今天上帝透过他的话语，要提醒我们，他的应许永远不改变，即使我们自己陷入在那患难当中，或是陷入在罪恶当中，上帝仍然要拯救我们。以赛亚书40章到48章就是上帝拯救的信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以色列民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在这里看到一个蛮奇怪的经文，在第3节说，我是以色列神圣的上帝，你的救主。我要拿埃及来赎回你的自由，我要让古实和西巴替你受苦。我宁愿牺牲其他的国家来拯救你，牺牲别人来换你的生命。在这里我们看到，会以为上帝是牺牲别的国家来拯救他特别拣选的以色列民。然而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其实是因为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悔改归属于上帝。而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其实真正牺牲的不是这些其他国家，他对这些国家也有应许，他真正牺牲的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用他来换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回转的机会。在第7节也说到，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如同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即使失去了自己原来习惯的、原来归属的，甚至自己的国家，但是上帝他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造了我们，所以他没有要我们灭亡，而是在这患难当中，我们要成为上帝的见证人。在今天的经文3次提到，唯有我是上帝，唯有我是上主，唯有我是你们的救主。在这里，这些归属于上帝的人要来见证他的荣耀，要来见证他要做新事。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18节，但是上主说，不要老记着往事，不要沉湎在回忆里。看哪，有一件新事要发生咯，我要在旷野中开道路，我要在沙漠中开江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好像在疫情当中，我原来已经习惯了教会生活，今天上帝要做一件新事，他要透过我们日常生活的轨迹来带领我们经历属于上帝的子民会过的教会生活。如同你今天在这里听迦南之声一样，我们是上帝所造的子民，他让我们在这个世代，特别在这个时刻，虽然受到疫情的限制，仍然能够有从上帝来的智慧，知道如何在这个时刻继续的与神的儿女们来连结。或许是线上的聚会，或是线上的团契，或者是用各样的方式表达图文来祝福自己和身边的人。在21节说到，他们是我为自己造的子民，他们要向我唱赞美的诗歌。是的，上帝要做一件新事，特别在这个时候，更让我们来向他唱赞美的诗歌，因为他是让我们有机会回转向他。当我们依靠他，我们就依靠对了。
因为这位上帝是做新事的上帝，他是饶恕我们罪过的上帝，他是对我们有应许话语的上帝。即使在现在的患难中，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机会来经历新事。在疫情当中的新事会是什么呢？我们需要一起来祷告，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好叫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能够活出信心信仰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的上帝，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再有，因为你就是我们唯一的主。唯有你知道未来的事，你知道现在的事，你知道我心里的苦。主啊，你也知道我未来的道路，因为你应许说你要做一件新事，你要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叫我们在疫情中仍有喜乐。谢谢你，我们领受到你话语的安慰和应许。不要怕，因为你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谢谢你今天一起跟我聆听这个节目，愿你能够喜欢这个节目，也给我们5星好评。我们明天见。